我们去拍东西，走吧，走，走吧，宝宝，还整多久了？整多久？是不是啊？还有那个啊，我们去拍那个，知道吧？还跳舞。还是往去，9点还是11点热，31度。再走，这个是那个小朋友，12岁、13岁。啥情况？拉错。这个是谁？那不完吗？好像是有点不像。等一下哈。换衣服的是男主啊，男主。就是往前，就是老庄子。咱们的跳的特别好看。哎，那个常慧在跳啊，他的今天也跳一下。常慧，好像他没摄像今天，人多了再说。对。对，是的，好可爱呀！是呀，太乖了。今天人还不是很多，没到齐，感觉等会儿人太多。看这个是我们老大，哦不是打击打，嘿嘿嘿，啊走！你看每次都跳得很认真，十曲拉错，这个拉错，还有一个拉错，好多啊，三个都跳得好，主要是跳得很认真。十曲拉错一直跳得很好，这个拉错他们都是好朋友。等会儿我还是把那个手机架在我那个相机稳定器上面。现在人比较少，没来多少人，是不是怕下雨啊？这个天应该不会下雨啊。昨天晚上下雨好像是。
夹子。没有，这个没拿。等一下，我把我那个，没事，没事。我把我那个取下来，帮我加那个，等一下我加到手机上，加那上面。好，谢谢。老板，过来。怎么这样播了？他应该弄得我好想跳这个。加了一个狗狗跑不在了，我就抓它，跑不在了。跑哪儿去了？我们那个狗狗跑哪儿去了？哎，家伙，等一下我去把它抓过来，又跑那个地方去了。好吧，过来，又跑这儿来了。绳子要绳几个拴着。不要跑啊！跑这儿又跑回来了，又跑过来了啊！热的吧？咋回事？今天8点多人这么少呢？才一半的人。有点热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吧，比日本凉快很多。有一点32度左右吧，31度。反正我带了10斤子。好热吧？取针吗？哦，那个。啊？直接上你做一次呢？哦，没有。玲。哎，取针嘛，取针也来了。
介绍的。拍照，这3个小朋友可以，他又出来了，这3个，后边就拍他们。没有了，马上就没了。这个曲子太短了。我准备把它上去全看，我等一下才写唉，徐峥今晚上交不交班不知道。加速！也跳了一会儿，我也跳了一会儿。好热，好久没跳了。有点热，30多度，31度。咋现在开始8点多左右人比较少了？就是，现在越来越晚了。哦，前几天没来呀？没有去耍了一圈，陪娃娃去耍。就是暑假的时候才有，还是有点热。你昨天才回来吗？今天回来的，今天刚回来啊。这白马说你在杭州转机吗？杭州，哎。今天才弄，哎，下午弄啊，中午都1点多啊。哦，这延太热了，弄了就直接过。延误了，本来12点多就开始11点多到的。你都娃娃带了吗？把娃娃带了吗？没有。你把那3个，喊来那3个，一起。说我娃有点不好意思，他现在不敢信。慢慢就行了。我前几天在这碰到我一个小学同学，他的大的娃娃都中考了，他的2娃都马上3年级了。他一开始来说想学，他在跳没跳？他跳了2天。这2天没看到。现在人比较少，感觉吧，8点多。有点热，反正我觉得有点热，我全身都冒汗，感觉。对，老婆在。对啊，拥挤的。学校没开学，要等，应该7、8天，5、6天嘛。
少的感觉。这个是谁？哎，你们跳舞啊？啊，对，好了天，有点热，这两天。哎，我说现在人，哎，应该1周多吧，8、9天左右。你去哪里了？你去哪里了？我就住青石桥，市中心就是青石桥那边。好久没看到你了。谢谢送来的鸡蛋，谢谢。居然是咱们王清明啊，王清帅哥。对，他是在老家，还在老家。哎，永贞来了。哎，刚刚来了，嘿嘿。张小帮忙帮永贞直播。我们拍一下其他的吧，那边慢慢拍过去。这个是不是这个不是栏目啊？都跳得好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感觉都是不是跳了1、2天那种，都是老手，看这些嘛。哎，这个是谁？哦，不是，这是两个耍最好的，在罗马那边跳的，有时间在境外一间罗马，有时间在那个古欧城街。来了，我们都不用走，直接慢慢就跳过来了。
灯丝也来了。1点21点冒汗，字都顺不，我这个纸巾都顺不随时顺不擦汗。没有，天王宫那边一般9点半才去吧，10点钟才去。我们蓝卡也出来了。这是谁？是曲周吗？不是。对微信怎么说呢？稍微没有说出一句话的话，就被那个关禁，就关你几天，然后你账上的钱就用不了。哦，好像不影响。这是拥挤的接班人，这三个拥挤的接班人，其实不缺，挺好的，跳得好，对，跳得有点。他们应该都来了很多次了，这三个，哎，对，哦，几个月前都来过。李老师好，好久没见你了。你好，几天嘛？哎，你好，几天时间？也好久没见你了。你也是刚刚才来？哎，他是刚刚才出来。这两个玩得好的，这两个我没问他名字。主要不是一直在井外跳，也是江浙罗马。他要是早就试了，看嘛，王清在后面。
里瓦苏。走嘛，出刚刚来。现在不是西经过，啦，现在不是西经过，啦，家在不是呀经过，手给你莫说给几张说啦。西经过，啦，现在不会西经过，啦，家在不会呀经过，手给你莫说给几张说啦。西经过，啦，现在不与西经过，啦，家在不与呀经过，手给你莫说给几张说啦。这个都怕你呀！这个收音效果好差一点。秋季没来。啊！稍等，没有，看见他，他过来。
啊，今晚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就是开始不晓得人咋少了呢？这儿大运以后都就是，从8点钟开始到现在早一般，以前8点钟人就整。今天都还算好的哦，前天更少。这咋回事？据说现在过来的人慢慢时间的8点钟，因为天气太热了问题吧。在哪处跑那边就跳圈的，跑外面一圈去了。在教别人，教那个。我们5号也没来，秋季也没来，安布娃也没来，还有梅朵、永吉，好多都没来哦。再等几天嘛，应该就热闹了啊，因为永吉要回成都嘛，应该他在27、8左右吧。学校老师玩的比较久，开学的一般都老师一般都休息最久。寒暑假嘛，2个月嘛。老板过来，这边。李波。资阳在资阳那边跳，没人跳那边。你好，你刚刚过来吗？刚过来。哦。在展示的呢，他是。哦。
伯母，这边刚刚才来，刚刚来吧？对，我看你好久都没来了。这几天，哎，应该这段时间没来吧你？这段时间上班就不想来。哦，曲哲也是在加夜班嘛，你们两个都是随时在一起。过来，点。微信他们有群哦，那个瑞那个就是怎么说呢？我们一个找瑞，2EY那个微信不怎么说，一般都是国内的交流吧。一般别人都一般不会用微信，因为要用中国的手机号注册嘛，很麻烦。开序来了。待会儿去庆阳宫吧，不知道。9点半结束，肯定要去庆阳宫。快点！
还有3个，那边3个4个小朋友。对，昨天下雨啊，下雨。哇，这个是石文水的鲜花。哎呀，啊，刚刚来，我刚刚到。拿车子到处都跑，等会儿一会儿对，拿车，他有点在后面一圈，又没在前面一圈，谁在换哈？哎，他回来了，他不是在广州去？他一直在呀，之前一直在成都吧？没有啊，前几天在广州。哦。我看他的直播在广州。这人吃口是认真的直播，我们是拿错的那个粉丝。哦，对，好了都认识。哦，对啊，1点钟，1点半那种，1点多，要1点5了。你去了好久？没多久啊，几点？8、9天吗？才8，没时间，他要去耍。他晓得，不晓得剪没有？好像剪了对吧？他们跳舞来了。过来，你去跳嘛，你去跳嘛。到上面这个位置。昨天下雨啊，这个钱是给谁买花的吗？1690是台币这个。到时候我下给联系你，你给我发消息嘛。
这4个小妹妹可以跳得好。不用谢，没事你要给你喜欢的，比如说送礼物啊，你直接给我留言嘛。就上次那个给你那个给那个取汤错那个都没送成嘛。这4个小朋友。我的 ID 就是简写是 OKBY， 简写是 OKBY， 不是新加坡的吧？我注册应该是香港的。对，拥挤说2天，有可能就是6、7天吧，1周吧。他是老师嘛。转圈圈，然后这边还是要拍一下他们前面的。这4个小朋友跳得好。抖音。你不拍啊？我一直在拍，我也拍的过程，我也在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聊天吧。之前的话一直在努力自己拍，我也觉得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些事情，还是有意思的，很有意义，就是聊天那种像那种。这4个跳得好，这4个小朋友。丽丽没来哟，
这欧姆都来了，还有拉姆啊，在中曲珍儿，曲珍应该和那个欧姆在一起。对啊，对，他是老师嘛。我们家老师好多啊，我妹妹也是老师，她带了几届，从1年级到6年级，应该带了3届了吧，2届吧3届，反正从1年级到6年级，她的学生都是大学生，都大学生早就毕业了那种。我们家好多全是教育系统的。他们读书都很厉害哟，都是北大清华，都不用考试，直接免试。我不知道那个我们家那个不行，读书不行，就是普通的一般的。你像北大清华不用考。啊，来呀，他来了。真的。他来了。他跳这个舞跳特别好，我想起来。他在后面吗？开学的时候。来，和那个拉错在一起。开序的话，我觉得他的衣服有点短，每次跳的动作比较大的那种情况，他那个肚子都露出来了。哎呀，这是欧姆。欧姆穿那个黑的衣服显好瘦一些。他本来个子很高嘛，1.7米几。曲珍的话要矮一点，曲珍不喜欢他穿高跟鞋。欧姆现在他自己做教学的那种舞蹈。哎呀，这么近我还是带手机单独拍一些吧。拍效果不好，我这还没有我的直播效果好。电喽。对，老师这个时间好啊，还有休息时间比较多。寒暑假嘛，2个假期。我这个刚刚2000了。不接动。可以。邓祖国你知道吗？那个邓祖国，他在西面桥那边播的比较多。回去了，突然之间跑到2000去了。可以啊，有。谁跟我分享的？这是平台推荐的。平台推荐了啊。对。
三米块，这个什么情况？哎，秋季来了，不是秋季吧？哦，是啊。跑啊，要跑啊！哎，哦，包了也好，包了我可以直接边走边拍。这个小朋友跳得好好。这个。天哪！
来，不要去，不要去，不要去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人机跳那个，这个好，这个好跳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对。跳跳跳这个吧。这个吧。啊？弟弟的嘛，公个儿。你给他出来吗？给他说直播吗？哦，我以为你给你自己的。成都赛马那个。今天日子有点不一样。今天他穿衣服了嘛？往期穿衣服一般都是要挑的。哎，撞到了。宋医生，这个是宋医生。成都赛马，它也分男女。这个跳很久了，跳了应该之前就是王鑫他们跳，还有那个拉错啊，他们几个跳了。还有白虎，他们专门练的那个。哎呀，就是衣服嘛，哎，对，他们有定做那个定制的那个服装嘛。
全是。还跳不跳？还没到9点半，还有18 minutes。要报吗？要报吗？嘿，走后，嘿。对。今天没穿那个衣服，这呀这拍这。他们还是要跳，打不过他们那边3个。哎，怎么回事儿？温度不高啊，我相机又高温报警了。你在那边跳，你在那边，在那个青阳宫那边跳。跟青阳宫学的。19错模，今天没跳过。跳完这我来的晚了，刚来。这个也可以，节奏很快。
确实在一起，穿着都差不多，有时间。这是谁？不认识。
这个美女才子给都站在一起。这个美女，这个湿巾。
用正在直播。对，比较到味儿。弹簧腿，弹簧腿是。还要跳吧？有这个卤水应该不会跳了吧？转几，上那个碗口大概挤一下去。结束了吧？9点半了。唉，还是。现在给有干吗？等值。在哪边呢？找你拿东西。我车评旁边的。等一下。要不要？我把它拿给我放一下。我把它收一下。我把拍掉那个。今天观众多不多？20不多，20不多。关关，都要去亲我吗？你去不去啊？你要去啊？去吧。要不你要走，我就我跟你走。不要去。好。拜拜。